羅英大戰與爭議風波。邁阿密硬石球場在7月11日晚燈火通明。世界盃8強賽由挪威迎戰英格蘭，這被視為力量與技術的激烈碰撞。雙方賽前同樣保持着不敗的走勢。挪威相隔28年再次殺入了8強。此前1938年及1998年曾進淘汰賽，英格蘭則連續3屆躋身世界盃8強，追平1962年至1970年的隊史紀錄。兩隊今屆世界盃首次交鋒，上次對賽已是2014年溫布萊友賽，當時朗尼憑射入12碼以1球奠勝。開賽初段英格蘭在控球率上佔優，但是挪威的反擊顯得極具效率，戰至36分鐘輸以德魯普右路分球，他在禁區邊緣起腳射門，皮球帶強烈內彎擊中遠處內側，但入網窩為挪威先開紀錄。這入球被形容為勁射加外彎混合體，他同時充滿了運氣與技術的成分。失球後英格蘭隨即展開傾巢進攻，中場核心祖迪比寧咸多次後上，他成功為英格蘭製造了極大威脅。上半場補時階段比寧咸接應直線，他殺入禁區並冷靜擺脫兩名守衛，射穿門將奧珍尼蘭特十指關，比分成功追平為1-1。轉播鏡頭顯示入球前皮球曾觸物，皮球輕微觸及半空攝影機纜索，按例皮球觸及場外物件應判罪球，但視像助理裁判當時並未有介入。紐約郵報批評程序失誤令挪威不公，這場爭議在社媒發酵並成賽後焦點。換邊後戰況白熱化，雙方節奏極快。挪威曾由中鋒攻入1球，但視像助理裁判複核越位判無效。同時間英格蘭一度獲判12碼，球證認定即及史賓斯阻擋犯規在先。奧斯卡波比被侵犯但球證收回成命。法定90分鐘雙方以1-1難分高下。賽事在平局下隨即進入加時階段。加時3分鐘摩根羅渣士禁區外遠射，射門力量十足門將尼蘭特撲出，他撲出不遠並且未能將皮球抱穩。祖迪比寧咸第一時間飛身補中，為球隊奠定2-1的最終勝局。數據顯示三獅軍團全場18次射門，其中有7次射門成功命中目標。挪威12次射門3次中目標，效率稍遜。佐敦比克福特完場前與隊友相撞，此事一度令在場的挪威球迷鼓噪。球證未有表示並示意比賽繼續。中場哨響後英格蘭躋身世界盃4強，這是他們自2018年後再次做到。挪威雖止步8強，但曾爆冷淘汰巴西，這堪稱童話之旅並贏盡了尊重。主帥蘇巴緊大讚弟子展現維京精神，他強調球隊雖敗猶榮且未來可期。王牌艾寧夏蘭特今將被嚴密看管，英格蘭中堅組合令他全場零射正，這是他首次在今屆賽事中啞火。英格蘭後防切斷中場對他的供應，挪威控球率稍遜但反擊效率獲肯定。轉播方承認纜索過低將檢討標準。歷史顯示巴西5次對挪威從未取勝，挪威在此期間取得2勝3和的戰績。1998年世界盃馬賽一戰挪威反勝，挪威落後下由科頓弗洛建功，列達爾隨後射入12碼反勝2-1。2026年7月5日大都會人壽體育場，夏蘭特在末段梅開2度勝巴西，挪威以2-1淘汰巴西首躋身8強。這場勝仗亦終結了巴西今屆征途。夏蘭特賽後稱已將挪威放上地圖，大方祝願英格蘭奪得冠軍。今場是他在15場國家隊正式賽事，他首次在此類賽事中未能入球。在酷熱天氣下他加時半場被換走，因為他難以應付當地的高溫天氣。夏蘭特在外圍賽攻入16球助出線，挪威以全勝姿態出線並兩勝意大利。外圍賽最後一戰作客4-1大勝異國。夏蘭特在該場比賽中梅開2度，對伊拉克世界盃首戰第29分鐘接應梅拿和夫傳中射入國家隊56球。挪威地震研究所錄得卑爾根市震動，出現輕微震動，足見國內球迷狂熱。挪威足總表示重返世界盃已創歷史，未來他們將會繼續加碼青訓投資。轉播方解釋球證應以墜球重開，但當時球證並未有執行此規定。挪威主帥蘇巴緊堅稱親眼見皮球，他見皮球改變軌跡後才被對手取得。國際足協其後發聲明指晶片正常，球內置晶片感應器顯示未現異常，皮球在空中時未出現異常波動。國際足協強調心跳數據並無突風，此數據否定了觸及纜索之說法。美國霍士電視台半場分析播慢鏡，慢鏡顯示皮球疑似觸及該條纜線。前英超名哨克拉滕伯格對此表態，他認為應交由視像助理裁判複核。隊長馬田奧迪加特開出角球生亂，曾令門前混亂，但因犯規被判無效。挪威中堅希格姆曾射入1球，但同樣因進攻犯規被罰推翻。爭議令社交平台出現大量慢鏡片段，相關話題迅速登上了全球熱搜。國際足協表示將檢討纜索架設高度，此舉是為了避免類似事件重演。英軍戰力傷兵與4強前瞻，今仗梅開2度後比寧咸今屆累積6球，他追平隊友哈利卡尼並列神射手，成1986年馬勒當拿後首位做到的人。他在連續2場淘汰賽中梅開2度，年僅23歲的皇家馬德里中場展大心臟，在關鍵時刻展現特質無懼巨大壓力。權威評述一致認為他屬大場面球員，入球令現場數萬英軍高唱披頭四，他們高唱名曲向這位英雄致敬。比寧咸與隊友哈利卡尼攬臂慶祝，場面感人，名宿形容他為新一代領袖，他已經成功接棒步上隊長之路。
卡尼今屆雖入球數不及比寧咸，但他的策應與支點作用依然關鍵。摩根羅渣士遠射被指改變了戰局，其後上進攻的能力備受外界讚賞。奧珍尼蘭特賽後承認對射門判斷失誤，這失誤導致了球隊最終不幸失球。國際足協數據指出比寧咸跑動多，他今屆跑動距離位列英格蘭前列。他在淘汰賽的決定性入球已達4球。英格蘭傳媒將勝利稱為其個人秀，比寧咸賽後將這記入球獻給家人。他並表示自己會繼續保持謙遜。英軍球迷在社媒瘋傳慶祝片段，英國航空在官方賬號上再慶祝片段，並配上幸運女神眷顧的祝賀字句。挪威航空則幽默回應下次戴頭盔，他們指下次會戴埋維京頭盔再戰。兩國球迷在邁亞密海灘友好交流，展現了非常美好的足球團結精神。航空公司打倒換頭像成另類焦點，視像助理裁判今屆多次成為焦點。國際足協表示將檢討半空干擾條例。至美加力查認為比寧咸表現極佳，已超越加斯居1990年世界盃征途。主帥杜曹賽後僅以世界級3字評價，他指出比寧咸每場都能改變戰局。杜曹早前曾公開表示他非必然正選，他需與隊友競爭爭取上陣機會。杜曹指目前隊內有14至15名可擔正，比寧咸自然是屬於其中之一。他今季在皇家馬德里因傷僅正選22場，在西甲攻入6球並交出了4次助攻。他在世界盃前曾首次以隊長身份帶領英格蘭在坦帕以1-0小勝新西蘭。數據顯示他以22歲零353日創下紀錄，成最年輕連續出戰4大賽歐洲球員紀錄，在對克羅地亞的首戰中達成。當時杜曹選擇他而非摩根羅渣士。佐敦軒達臣在堪薩斯城基地受訪，形容比寧咸為英格蘭的關鍵變數。軒達臣指他能在未來數周帶來影響。迪勤懷斯健康狀況成最大疑問。27歲副隊長在8強前缺席2日操練，他受腸胃病毒困擾連續3日臥床，據報他大部分時間都未能進食。除腸胃問題外，腿根神經舊患隱作痛，舊患自去年12月起便不時隱作痛。加利連尼加早前憂慮他恐現疲態，今季為球會及國家隊出戰達66場。湯馬士杜曹坦言察覺他現傳球失誤，上半場罕見傳球失誤且步伐沉重。杜曹表示早知懷斯無法踢足90分鐘，更遑論是踢足120分鐘的加時賽。為免浪費換人名額並加強前場壓迫，決定半場將他換走入替者維伊斯。入替者伊斯屬更具攻擊性調動，同被換走的還有翼鋒洛尼馬杜基。杜曹解釋此舉屬戰術調整提進攻。英格蘭賽後由邁亞密飛返堪薩斯城，教練團已大幅縮減操練量讓球員回氣。懷斯向隊醫主動請纓必定趕及正選，他強調要正選出戰鬥阿根廷。隊醫評估指腸胃不適意見好轉，但仍需觀察未來48小時的恢復情況。泰晤士報指懷斯並非100%康復，但他堅持出戰其強烈鬥志可嘉。太陽報透露阿根廷亦為比寧咸緊張，阿根廷為比寧咸肩傷疑雲緊張。比寧咸被指肩部不適，但預計可上陣。杜曹形容球隊今次晉級帶點幸運，但他指球隊韌性可嘉，值得躋身4強。他強調球隊陣容深度非常足夠。摩根羅渣士等後備隨時準備候命。足總確認懷斯已參與部分合練無礙。懷斯母親早前笑罵兒子曬傷，在佛羅里達集訓期間不幸曬傷。隊醫指高溫與濕度影響球員腸胃。懷斯今季出戰時間位列全歐前列，高強度作賽令身體響起了警號。杜曹只會在準決賽前最後操練評估，他會再評估懷斯的真實身體狀態。迪勤懷斯與艾利諾安達臣組合佳，兩人連線漸入佳境並帶來驚喜。數據顯示英格蘭加時賽以2度取勝，展現超強韌性後防，今屆僅失了5球。他們與法國並列為防守最佳之一。阿根廷前線今屆已攻入了12球，其強大火力僅次於法國及西班牙。焦點落羅渣士及安達臣中場連線，兩人被形容為從天而降的禮物，持續為三獅軍團帶來了無限驚喜。安達臣效力諾定咸森林表現好，他在世界盃外圍賽已成常規正選，今夏更隨21歲以下代表隊贏歐洲冠軍。羅渣士則在對塞爾維亞一役搶鏡，他表現搶鏡獲得了極高度的評價。門將比克福特大讚兩人表現出色，稱讚他們兩人攔截與推進兼備。天空體育評述指羅渣士屬特殊球員，近半年與安達臣一同冒起受矚目。起初外界質疑入選屬大膽決定，如今已證明他們兩人不可或缺。有評論將羅渣士比作基斯坦奴朗拿度，指他必定能正選出戰今屆世界盃。加利尼維利認為羅渣士可出任左翼，指他可取代安東尼哥頓的位置。營內花絮顯示球員以卡牌遊戲放鬆，該遊戲由羅渣士與比寧咸等人參與，軒達臣、丹班恩哥頓及安達臣亦參與，最終由羅渣士勝出成為更衣室話題。此舉被視為協助球員保持最佳心理，讓球隊追逐冠軍時保持心理狀態。安達臣坦言英格蘭隊內競爭激烈，每個人都想爭取成為隊內的正選。他表示永遠有人想搶走自己位置，自己必須時刻保持最專注的狀態。天空體育消息指安達臣不會強轉會，不會因曼城垂青轉會專注世界盃。
羅渣士與比寧咸在10號位上的競爭，此競爭成為了外界熱議的焦點。兩人風格互補，為杜曹提供戰術選擇。杜曹讚揚兩年輕中場注入新活力。英格蘭隊內氣氛融洽，有助凝聚士氣。卡牌遊戲及團隊晚餐亦非常有幫助。安達臣坦言自己仍在學習階段中，希望向隊友比寧咸及懷斯取經。羅渣士表示不介意擔任正選或後備，強調只要球隊能贏波就會滿足。隊長卡尼在訪問中感謝兩人付出。英格蘭準決賽對手為阿根廷，阿根廷為衛冕冠軍晉級路驚險萬分，連續3場驚險晉級包括加時勝罰德國、加時勝瑞士以及補時逆轉埃及。8強阿根廷以3-1擊敗了瑞士隊，祖利安艾華利斯射入世界波，成功將場上比數改寫為2-1。利安奴美斯今屆表現極為出色，他被外界視為整支球隊的靈魂。美斯表示對1986年英亞大戰有印象，印象來自國內反覆播放的錄影片段。他選擇聚焦當下，避免談及政治包袱。主帥利安奴史卡朗尼淡化了世仇，強調只是一場足球比賽，不應渲染。名宿認為對阿根廷將是終極考驗，這場仗有機會終結60年的冠軍荒。阿根廷傳媒點名英一球星為薄弱環節，指他令球隊完全失去了清晰度。英格蘭相信維持團結有力周旋。阿根廷中場由迪保羅負責串聯，麥亞里士打亦同負起串聯責任。前線由美斯及艾華利斯所領銜。英教練團已開始研究阿根廷定位球，指其定位球戰術為主要的安全威脅。英格蘭今屆已憑定位球攻入了4球，這佔了總入球數將近30%。阿根廷定位球防守今屆僅失1球，雙方在定位球鬥法將成準決賽關鍵。英名宿認為阿根廷領先後回收過深，這個防守弱點可被對手輕易利用。阿根廷則認為英格蘭邊路壓上後，其身後留下的空檔可被他們利用。兩隊今屆均曾在落後之下完成逆轉，雙方展現出了極強大心理質素。英格蘭今屆分組賽4-2勝克羅地亞，0-0和加納以及2-0勝巴拿馬。淘汰賽先後2-1勝剛果民主共和國，3-2勝墨西哥，再2-1勝挪威。阿根廷教練團表示已準備好應對英格蘭的高位逼搶。杜曹賽前記者會強調需保持冷靜，避免重蹈1998年失敗的覆轍，特別提醒球員控制情緒，不要被挑釁，不要被對手挑釁從而影響判斷。外媒形容英亞戰為決賽提前上演，兩國球迷開始在亞特蘭大市中心聚集，他們聚集並高唱傳統的打氣歌曲。美國當局加強保安，確保了秩序。國際足協主席表示入場人數破紀錄，轉播收視英格蘭對挪威破2200萬，英亞戰歷史收視1998年創2400萬，今次準決賽預計將超越該數字，成為近年最高收視的足球賽事之一。講到恩怨，不得不提1998年世界盃，法國世界盃16強賽事成經典戰，6月30日在聖伊天謝菲爾球場上演。阿根廷巴迪斯圖達7分鐘12碼先開，舒利亞11分鐘22碼攀平，18歲米高奧雲17分鐘單騎闖關，被譽為英格蘭世界盃最佳入球之一。查維辛尼迪補時2分鐘為阿根廷追成功將比數追成2-2平手。下半場大衛碧咸被迪亞高斯蒙尼挑釁，他報復性勾跌對手，最終領紅被逐。英格蘭10人應戰頑強守住至加時，蘇金寶曾攻入1球但被判無效。互射12碼卡路士羅亞救出保羅恩斯，大衛巴迪射門亦被阿根廷門將救出。大衛斯文未能阻止對手4-3晉級。貝迪香南古尼斯祖安華朗加拿導入，羅拔圖亞耶拉亦為阿根廷射入。英格蘭方面，舒利亞麥神奧雲射入，恩斯及巴迪不幸射失了12碼。當年亞迪達斯廣告提及今晚英亞戰，將因球員腳下功夫被世人銘記。賽後阿根廷前鋒稱淘汰你哋係喜悅，這句說話至今仍被英媒反覆引用。2002年日韓世界盃分組賽兩隊碰頭，在札幌開賽時間為英國中午12時半，被形容為史上最長的午飯時間。大衛碧咸親自主射12碼一戰之仇，為英格蘭1-0小勝了阿根廷。泰晤士報形容被千夫所指的碧咸，他一夜之間光環變得更加明亮。阿根廷因敗仗最終在首圈出局，賽前他們原被視為奪冠大熱門。1986年馬勒當拿上帝之手被重提，連過5人入球的歷史亦被一再重提。美斯指阿根廷人不斷重溫成文化，英亞世仇結合足球與政治包袱，令每次對決都充滿了火藥味。今次前兩段歷史成最佳心理戰素材，球迷期待新一代球星寫下自己篇章。英亞歷史對賽中英格蘭稍處下風，但近年他們已經成功拉近了差距。1998年一戰獲評世界盃8大經典，02年一戰被視為碧咸救贖之戰。兩場比賽影響深遠，塑造兩國文化。阿根廷至今仍將1998年視民族驕傲，英格蘭將2002年視為走出陰霾轉捩點。今屆再遇雙方換血，但恩怨未曾淡化。傳媒預計比賽吸引全球逾10億觀眾。國際足協已安排名哨執法，確保流暢。雙方球員賽前互相致意，強調尊重。宿敵對決恩怨與經濟效應，兩場準決賽確認排名前4球隊齊集。
這是首次齊集4強創下了歷史。法國對西班牙定於7月14日晚上8時，在亞靈頓達拉斯體育場盛大上演。英格蘭對阿根廷定於7月15日晚8時，在亞特蘭大平治球場激情上演。亞特蘭大當地時間下午4時開球，倫敦時間晚上8時將進行全球直播。決賽將於7月19日大都會人壽舉行。紐約舉行決賽季軍戰邁阿密上演。以美國式賠率計4強最新榜單出爐，法國1賠 1.5 即為 2.5 倍的賠率，西班牙及英格蘭同為1賠 3.33， 即 4.33 倍，阿根廷1賠4即5倍。法國仍被外界視為奪冠大熱門。相比開賽前原定法國1賠5即6倍，西班牙1賠 4.5 即 5.5 倍，英格蘭1賠6即7倍，阿根廷1賠8即9倍。4強賠率以大幅收窄，反映競爭白熱化。超級電腦早前評估英亞齊晉級機率，當時評估為 9.2%， 極低機率。英格蘭單獨晉級為 30.3%， 如今雙雙突圍，已打破了無形預期。戰術層面形成鮮明對比，西班牙控球以 62% 控球率領跑全賽及 89% 傳球成功率領先，法國則憑快速反擊由麥巴比領跑。他以7球領跑射手榜兩種風格交鋒，兩種風格將在準決賽正面交鋒。場外數據同樣矚目，亞特蘭大票售罄，準決賽預計湧入超過7萬名觀眾，全球轉播預計突破15億觀看人次。英國酒吧預期若英格蘭晉級決賽，可額外售出高達5000萬品脫啤酒。競技與經濟的效應將會同步放大。挪威在淘汰巴西後，夏蘭特領跳維京戰後儀式片段社媒逾千萬觀看，成為今屆世界盃標誌畫面之一。英格蘭若奪冠，需擊敗阿根廷及法國或西班牙其中一隊，被評最難奪冠路。英格蘭若晉級決賽，面對法西加硬仗。杜曹表示球隊已準備迎接任何對手，不會挑選對手。國際足協指門票售罄，亞特蘭大球場湧入逾7萬名觀眾，當地氣溫高達33度，濕度逾 70%， 對雙方體能構成極為嚴峻的挑戰。天氣預報顯示當晚或有強烈雷暴，國際足協已準備妥當應急預案，球場頂棚可關閉，確保不受天氣影響。美國當局加強交通疏導應對球迷。轉播方預計全球收視突破15億人次。世界盃熱潮被英國酒吧帶來生機，討論集中於此一段落，以免重複。調查顯示10間酒吧中有9間認為，指足球賽是對營收起至關重要作用。不少酒吧近年受成本上漲困擾，及 20% 增值稅困擾經營艱難。超市低價傾銷及牌照費令小店難。世界盃被視為酒吧的救命稻草。英格蘭好表現帶動營業額大幅上升，比平日上升超過了 40%。英格蘭名宿祖高爾支持升級電視，他認為在酒吧睇波氣氛無可取代，這更是社區凝聚力的重要來源。南部華威郡等地酒吧準提早營業，以配合賽事。政府曾鼓勵放寬時間，在女子世界盃英對西決賽時鼓勵。查路鎮羅賓漢酒吧東主諾文史葛內場掛滿9尺乘5尺巨型聯盟旗。詹姆史提芬斯在教堂屋酒吧受訪，表示現場氣氛美妙，球迷盡情慶祝。諾定咸獅子酒吧揚言若奪冠改名。連鎖超市推社區計劃留車位。卡尼在清福德分店獲專屬車位，鄰近母校修夫基在克勞利獲車位，比克福特在華盛頓查比亞獲榮譽。祖高爾計劃為逾200間酒吧供電視。連鎖超市及啤酒品牌聯合贊助，預算達150萬鎊。政府考慮放寬時間。決賽期間放寬營業時間至凌晨1時。球迷組織呼籲檢討增值稅挽救酒吧。評論指世界盃無法解決結構性問題，包括增值稅及超市壟斷等問題。但賽事期間酒吧成城市跳動心臟。銀行研究指英對巴拿馬戰創紀錄，酒吧交易額創下2026年新高。英國啤酒及酒吧協會指出這商機，若晉身決賽，可多售5000萬品脫啤酒。協會發出指引助酒吧應對人流。政府諮詢後決定淘汰賽延至凌晨，時間延長至凌晨1時，部分至凌晨2時。首相施紀賢社交平台發影片支持酒吧提早開門，讓球迷齊聚。施紀賢指觀賽對社區經濟至關重要，對酒吧生存同樣起到關鍵作用。分組賽對克羅地亞加納晚上9時開，對巴拿馬一戰則於晚上10時開賽。3場開賽時間均在現有牌照範圍內，牌照範圍內無需申請延長。能源商將如能源提供5小時免費電，為合資格酒吧減輕經營成本。
英格蘭被編入克羅地亞加納同組，同組對手更包括巴拿馬國家隊。首戰對克羅地亞，卡尼12分鐘12碼，他於42分鐘再入一球，比寧咸47分鐘。拉舒福特尾段入球以4-2取勝。協會指引助酒吧延長營業時間，適用英格蘭及蘇格蘭部分淘汰賽。若晉級決賽，戶外大屏幕需求急增。楊氏旗下280間分店被戶外觀賽區。政府諮詢6週後，延至凌晨1時關門。司紀研發影片呼籲到酒吧支持，並指此舉有助振興本土酒吧業，強調若看週一凌晨賽事可提早開門。章魚能源在比賽當晚提供免費電力。鳳凰城佐治與龍英式酒吧爆滿。自1995年開業，每屆世界盃均直播。總經理占士比利亞預計決賽爆滿。哈克尼區肯頓酒吧挪威裔東主艾吉爾莊臣居英25年支持挪威。掛滿紅藍旗幟約克主題酒吧東主李佐敦強調只能夠支持英格蘭。約克郡人會為哈利卡尼熱烈打氣。摩寧廣告商報告只需提前新通知，為最大化商機更需要增聘人手。最後總結，阿根廷對埃及補時逆轉，後備前鋒致勝球展現板凳深度。英格蘭韌性與深度令外界刮目相看。對剛果絕地反擊，對墨西哥10人戰，對挪威加時絕殺，每場充滿戲劇性。對阿根廷勢必體能意志終極考驗，歷史包袱考驗，無論結果是如何，比寧咸雙響炮懷斯鬥志寫入新頁。英格蘭足球新一頁，全世界屏息，等待見證這個偉大歷史一刻誕生。